来到隐藏在府中街巷内的吕祖庙旧址，不难看出这里的庙柱、庙墙，还有百年清代木构地砖，见证岁月沧桑。寡拿给神经，我听我长辈说过，但我其实没有那么，就是已经有模糊印象。寡拿给神经就是来吃，要含那个稻穗，有台湾有一腿。台语有一句俗谚叫“寡拿给蛇金”，从社会世俗讽刺偷情，再衍生表里不一的意思。但在以前完整的话是“寡拿给蛇金，隔壁没给鸡腿”。典故起源就在吕祖庙，相传是情杀命案，与林头姐、陈守娘誉为清代府城3大奇案。德爱铁哥去传情。这个是一个民间文学的版本，这其实是最精彩的部分。可到最后，到变成了血色腥膻的这个，甚至在发生命案变成奇案哦。吕祖庙也是台南纺织业的开端。现如今，这块地早已被民宅切分包围。2020年，有个人提报登录文化资产，经文资处勘查讨论后，因建物历经增改建，现存建筑与空间难以辨识原貌。依文化资产保存法不列册追踪。基业传奇所啦，后来叫改名叫台南支部局，台南这支部局的叫，拢伫吕祖庙叫隐心书院这个所在，然后后来完全无法度竞争啊，所以几当以后就收起来。我家己个人感觉是会当保存落来，但是即马就是讲我这几户，你要争取要保存的话可能困难度较悬。透过各种文化的方式来评估看卖。文化局强调，若透过历史场域调查，即纪念物设置作业要点、制作纪念物说明标示牌以及导览活动等方式，可以让吕祖庙和台南基业传习所原址能够更好的被记忆下来。记者是怀谈的报道。